點左右，喺旺角山東街同奶路臣街之間嘅一段砵蘭街路段，有熟食小販喺上址非法擺賣，食物環境衛生署人員喺上址執行職務期間受到阻撓，遂要求警方到場協助。警方到達現場後，發現大量人士集結喺馬路上面，對公共安全及道路使用者構成危險。警方曾多次向現場人士作出呼籲及警告，希望有關人士返回行人路，但有關人士拒絕聽從。更有激進分子手持自製武器及盾牌向警方推撞，與警方發生衝突。期間情況失控，事件演變成騷亂，大批暴徒喺旺角多處地方縱火，嚴重危害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。更有部分示威人士不理警方呼籲，用雜物阻塞馬路，更撬起行人路上嘅磚頭，作為攻擊執勤警員嘅武器。為保障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，警方使用警棍及胡椒噴劑，以控制場面。警方已盡量克制，使用最低武力，但期間有暴徒不斷近距離向警員拋擲磚頭、垃圾桶、玻璃樽等嘅硬物，令到多名警務人員受傷同埋頭破血流，威脅同事嘅生命安全。亦有多名暴徒襲擊警車。到目前為止，事件中已經有44名警務人員及有記者受傷，其中有多名警務人員被玻璃割傷流血，同埋被硬物擊中頭部受傷，頭破血流，甚至有警員仍然昏迷。喺凌晨大約2點，由於大批暴徒用不同硬物襲擊執勤嘅警員，令同事喺生命安全受到嚴重威脅。喺別無選擇嘅情況之下，有警員為咗保護同僚嘅生命受到威脅嘅襲擊同埋自身安全，喺亞皆老街同埋上海街交界開咗2槍示警。現階段警方共拘捕咗23名男子、1名女子，年齡介乎17至到70歲。佢哋涉嫌襲警、拒捕、阻差辦公、公眾地方行為不檢等嘅罪名。今次嘅事件，現場見到有車輛運載物品俾啲暴徒使用。警方唔排除今次嘅事件係一宗有組織、有預謀嘅暴力事件。警方強烈譴責有關人士破壞法紀嘅騷亂行為。警方一定嚴正執法，並繼續調查及追究事件，亦唔排除會有進一步嘅拘捕行動。警方重申尊重市民表達意見嘅自由，但警方亦有責任確保公共安全及公共秩序。如果有任何違法嘅行為，警方必定果斷執法，以維持社會安寧。警方現正向市民發出呼籲，由於而家喺旺角區嘅騷亂仍然持續，現正呼籲市民離開旺角騷亂嘅現場，以及所有市民及駕駛人士，如非必要，切勿到旺角。多謝大家。既然係三個狀態一個組織嚟嘅時候。